不然还没睡啊？是不是冷啊？不冷。我帮你拿个毯子。不冷。你怎么还在工作啊？单位的工作不能带回来，我在翻译一些资料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关于深空探测器小推力轨道优化设计方法。哦，你继续吧。去睡吧，你明天不是还有工作呢吗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你不是说前几天都没休息好？但是今天我需要看个论文，平心静气。我去睡了。不准再跑出来，不然快睡。不然怎么样嘛？把明天采访的大纲给我看一下。你还没睡啊？明天化妆的时候看也来得及。你早点睡觉，保持状态。发来吧，我需要看一看平心静气。起床了？嗯。还没睡醒啊？怎么那么傻呢？你才傻呢，枕头太高了，睡得不舒服。昨天怎么不说呢？今天给你换一个。你昨天不是不让我出来吗？好像是这样。那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呀。我来了，早饭了。走，吃早饭。哇。我明天几点出发？12点到酒店化妆，我还没给小周他们讲，我在你这儿呢。你们不用去陆家嘴接我了，我在于老师这儿，一会儿我自己去酒店。乔晶晶，你居然在于老师家里！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啊？我开着免提呢，于老师都听着呢。你还说我大惊小怪？你昨天半夜问我要采访大纲，莫名其妙的说要平心静气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在人家家里？哎，我这不是在你出门前告诉你了吗？我也跟小朱说了，让他直接到酒店，我跟于老师吃完早饭再过去。就你们俩？不行，我得去接你，时间还来得及，地址给我一下。其实没什么效果。翻译论文。